大家好，我係小友。今集一機走天涯主角係呢位大大隻嘅非洲蘇卡達象龜，又有人叫佢做蘇卡達陸龜或者非洲草原象龜。佢係非洲最大嘅陸龜，都係全世界第3大嘅陸生龜類，好威水㗎。佢有咩特徵？體型超誇張，大隻到可以長超過80公分，重超過100公斤。貝殼係黃褐色或者金黃色，好硬淨。背甲仲有一圈圈連紋紋，好易認。前腳嘅鱗片勁粗大，方便佢哋挖窿。佢唔識游水，係完完全全嘅陸地動物，但係就識得挖地洞嚟避暑。食啲乜嘢？佢係草食性嘅動物，鍾意食草啊、乾草、蔬菜、仙人掌呢啲植物，高纖低糖，對佢哋腸胃健康超有益，係佢哋最愛之一。佢哋嘅保育狀況而家係點呢？雖然而家未正式列為瀕危動物，但係因為野外棲息地已經逐漸流失，加上非法嘅寵物交易，佢哋野生族群都有風險㗎。再加上佢哋體型大、食量多，又可以超過50歲嘅壽命，其實唔係好適合普通家庭養，所以好多人都只可以喺動物園、保育場、專業飼養人士嘅地方先見到佢哋。如果你想我介紹更加多冷門但係又可愛嘅動物，記得留言話我知啦。下次我就帶埋部相機實地踩點影俾你睇。記得訂閱我個 channel，下集一機走天涯再見啦！我哋一齊用鏡頭行世界。